近日紅毯上面嘅一幕徹底撕碎咗竇驍何超蓮豪門童話嘅偽裝。當竇驍伸手想拖何超蓮嘅手時，女方下意識側身閃躲，鏡頭捕捉到佢嘅手僵喺半空，同埋瞬間凝固嘅笑容。呢一幕比起任何嘅婚變傳聞都更加扎心。更加勁爆嘅係有知情人士透露，呢一場睇似甜蜜嘅聯姻早已經暗流洶湧。竇驍正喺度俾何家瘋狂催生，四太甚至已經落咗最後通牒，必須盡快要有小朋友。如果竇驍將來唔夠聽話，未來虛父留子嘅劇本或者將會成真。冇人夠膽相信謀男郎竇驍如今竟然活成咗豪門最細嘅最屈曲版本。呢一場門不當戶不對嘅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係堂糊塗賬。提及竇驍同埋何超蓮，外界嘅第一印象永遠係男星高攀豪門千金。畢竟一邊係賭王何鴻燊嘅掌上明珠，從細喺金堆玉砌當中長大，身邊往來非富則貴，家族產業遍佈港澳，隨便一個商業版圖都夠普通人奮鬥幾世。另外一邊則係憑演技出圈嘅大陸男星，即使家境尚可，但係同賭王家族嘅階層差距亦都如同壕溝。回溯兩個人相識相戀，其實從一開始就帶住幾分戲劇性嘅套路。兩人喺一場高端聚會上面初識，竇驍一句我哋見過嘅搭訕，起初仲被何超蓮吐槽套路太 low，冇諗到短短2週之後，兩人便迅速墜入愛河，好感來得猝不及防。無奈之後電梯熱吻嘅照片俾狗仔揸拍，兩個人乾脆大方宣布戀情，配文裏面嘅甜蜜互動瞬間甜翻全網。彼時嘅竇驍剛剛憑借住喺大陸拍嘅《楚喬傳》、《良辰好景知幾何》等作品站穩腳跟，熒幕上面嘅硬漢形象深入人心。而何超蓮則係港圈知名嘅最美千金，顏值同埋家世並存，兩人嘅組合一度被網友稱為顏值頂配。戀情曝光之後，兩人高調秀恩愛嘅名場面數不勝數。綜藝裏邊，竇驍會突然將何超蓮抱起，眼神裏面嘅寵溺藏都藏唔住。何超蓮亦都喺公開嘅場合多次誇讚竇驍，直言喺娛樂圈就冇見過咁專一嘅人，頭2週就認定係佢啦。嗰段時間，竇驍嘅微博裏邊全部都係兩人嘅合照，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嘅歸屬。但係呢一份高調嘅背後，早已經暗藏豪門聯姻嘅規則同埋束縛。邊個都知道，賭王家族嘅女婿從來都唔係咁容易做嘅，更何況係戲子出身嘅竇驍。兩個人嘅婚禮堪稱近年港圈最受關注嘅豪門盛事，耗費5000萬港元喺巴厘島包咗成間酒店。何超蓮頭戴31.74克拉嘅鑽石白金冠冕，身着住定製嘅蕾絲婚紗，奢華嘅程度震撼全網。婚禮現場管控森嚴，所有嘅賓客手機都已經過檢查，嚴禁私自拍照，最終流出嘅照片全部係兩個人精心篩選之後發佈嘅。何超蓮曾經透露，婚禮全程由竇驍一手包辦，自己十分感動。但係鮮有人知道呢一場盛大嘅婚禮背後係竇驍不得不面對嘅苛刻條件。媒體爆料，何家曾經要求竇驍簽署一份長達28頁嘅婚前協議，內容包括放棄何家所有資產嘅繼承權，婚後收入55分割，如果婚姻不滿3年，需要折價退出家族股份等條款。面對咁樣嘅霸王條款，竇驍曾經以婚姻唔係開公司為由拒簽，一度導致婚禮陷入停滯，最後仲係三太陳婉珍出資兜底，呢一場婚禮先至得以順利舉行。只係嗰時嘅竇驍或者仲未意識到，呢一場婚禮從一開始就注定咗佢嘅弱勢地位。婚後嘅竇驍徹底變咗樣，曾經專注於演藝事業1年多部作品嘅佢，工作量驟減，曝光度直線下降。2024年僅有《歡樂頌5》1部作品播出，2025年嘅幾部作品亦都低調上線，冇掀起太大嘅水花。反觀何超蓮，婚後反而全面進軍娛樂業，參加綜藝、走秀、代言、投資創業，樣樣不誤，甚至仲擔任咗多家公司嘅獨立董事，事業版圖越擴越大，儼然成為咗港圈新貴。
一進一退之間，兩個人嘅地位差距越嚟越明顯，質疑聲亦都越嚟越多。此外，仲有媒體爆料，竇驍婚後接戲必須經過何家嘅同意，凡係涉及親密戲、容易炒 CP 嘅角色，一律唔准接。更加令人唏噓嘅係，竇驍連社交平台嘅話語權都被限制。近期佢突然清空咗微博裏邊所有與何超蓮嘅合照，將簡介從何超蓮丈夫改翻青年影視演員，外界紛紛猜測兩個人嘅分別。但係知情人士透露，呢個並非竇驍嘅本意，而係因為佢嘅社交動態始終俾何家監控，稍有不當言論就會被干預。此次清零嘅操作更加似係一種無聲嘅反抗。除咗事業被管控，竇驍喺家族中嘅地位更加係尷尬到咗極點。作為賭王女婿，佢卻多次缺席何家嘅核心家族活動，包括祭祖、三太壽宴等重要場合，顯然冇真正融入呢一個家族。如果話事業管控、家族排擠只係開胃菜，咁如今擺喺竇驍面前嘅先至係真正嘅生死局。何家嘅瘋狂催生，近期豪門圈內關於何超蓮竇驍被催生嘅消息傳得沸沸揚揚，更加有消息稱四太梁安琪已經俾兩個人落咗最後通牒，要求短期之內必須生咗小朋友，否則後果自負。點解何家咁急於兩個人催生？答案藏喺賭王家族裏面嘅傳承危機。眾所周知，賭王何鴻燊一生娶咗4個太太，育有17個仔女，家族枝繁葉茂。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賭王子女嘅命運各有不同。其長子何猷光早年因為車禍意外去世，留低嘅仔女稀少。喺其他仔女當中，有人專注於商業，有人沉迷於享樂，有嘅則遠離港澳商圈，真正可以扛起家族大旗、接手核心產業嘅人寥寥無幾。如今呢一代公開嘅仔女數量極少，堪稱人丁單薄。對於咁樣一個龐大嘅豪門家族嚟講，仔女唔單止係血脈嘅延續，更加係權力同埋財富傳承嘅核心保障。只有仔女眾多，先可以避免因為意外、紛爭等原因導致家族冇合適繼承人。就好似當年賭王長子去世之後，仲有其他仔女可以頂上，唔至於令到家族陷入混亂。更加關鍵嘅係，如今賭王家族嘅話語權早已經掌握喺女性嘅手中。何超瓊作為賭王嘅長女，憑借住出色嘅商業頭腦同埋手腕，接手咗家族嘅核心博彩業務，成為咗港澳商界嘅大姐大，地位無人能及。四太梁安琪則手握多家公司嘅股權，喺家族內部擁有極高嘅話語權。多年嚟一直致力於培養自己嘅仔女接手產業，但如今何超瓊、四太等人都已經上咗年紀，培養下一代繼承人迫在眉睫。何超蓮作為三太陳婉珍嘅掌上明珠，唔單止深得賭王生前嘅寵愛，自身嘅能力亦都十分突出，係家族重點培養嘅對象。而竇驍作為何超蓮嘅丈夫，自然亦都被寄予咗開枝散葉嘅厚望。喺何家睇嚟，竇驍同埋何超蓮嘅小朋友唔單止係家族嘅血脈延續，更加係未來家族產業嘅潛在繼承人。呢個亦都係點解四太會親自落場催生，甚至不惜下最後通牒。而且前面提到嘅竇驍工作量驟減，外界猜測咁好可能係為咗配合何家嘅催生要求，抽出更加多嘅時間同埋何超蓮避孕。畢竟喺呢一場豪門婚姻當中，傳宗接代遠比個人嘅事業更加重要。如果係完成唔到呢一個任務，竇驍嘅最細地位恐怕會被徹底動搖。但係催生呢一件事，從來都唔係單方面努力就可以實現到嘅。何超蓮曾經明確表示，35歲之前唔考慮生育，近期更加係將重心放喺咗自己嘅事業上，唔單止忙住拓展餐飲版圖，仲涉足影視投資、非遺項目等多個領域，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根本冇太多嘅時間避孕。更加有消息稱，何超蓮同埋何家喺生育嘅問題上存在分歧，佢更加希望先實現自己嘅事業價值，再考慮生小朋友嘅事情。呢個亦都令到催生陷入咗僵局，一邊係四太嘅最後通牒同埋豪門嘅傳承壓力，一邊係何超蓮嘅事業規劃同埋生育意願，夾喺中間嘅竇驍無疑成為咗最委屈嘅人。畢竟
對於豪門嚟講，血脈嘅延續遠比婚姻嘅忠誠更加重要。竇驍作為愛人，如果冇仔女作為籌碼，隨時都可能會被拋棄。回顧竇驍嘅婚後生活，從高調秀恩愛到沉默忍耐，從熒幕硬漢到豪門聚勢，佢嘅人生軌跡早已經被豪門嘅規則改寫。事業被管控，資產被監控，家族冇地位，如今仲要面臨催生嘅壓力同埋去父留子嘅風險。咁樣嘅豪門生活，恐怕遠比普通人想象嘅更加煎熬。當年佢放棄上升期嘅事業，選擇踏入豪門，究竟係為愛妥協，定係另有圖謀？如果早知道會咁委屈，佢仲會唔會做出同樣嘅選擇？如今賭王家族嘅催生大戲仲喺度繼續。四太嘅最後通牒如懸喺竇驍頭頂嘅利刃，佢能否可以順利完成催生嘅任務，保住自己嘅豪門地位？何超蓮會唔會妥協放棄事業，專心避孕啊？兩人嘅婚姻最終會走向何方？係迎嚟仔女滿堂嘅圓滿，定係落得去父留子嘅尷尬結局？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討論，講講你嘅睇法。